2012年佢得獎啦。我叫朱佩爾，英文名叫 Paulina， 我依家喺萬寧做咗大約有8年，現職店鋪副經理。我嘅性格率直開朗，中意食甜品、聽歌同埋嘗試唔同刺激嘅活動。萬寧矢志成為全港No.1專業健與美零售企業，照顧社會大眾嘅健與美全面需要。要達至呢個目標，就要靠團隊喺服務上不斷學習進步，貫徹始終。我相信有快樂嘅員工先至有滿意嘅顧客。平日多用正能量去感染同事，令到同事喺輕鬆嘅工作環境下工作，從而更有心去提供優質顧客服務。好多謝公司俾機會我參加今次嘅比賽，特別係公司嘅管理層，期間冇俾過我哋任何壓力，更希望我哋享受過程。